吧？什么破车啊！把稳啊！使劲！哎呀！坐稳了。哎，骑自行车那个人，好像是之前我撞的那个人。是他啊！啊，好奇怪啊！怎么了？我总觉得你们俩有点像。你们认识？哎呀，不是，就是那天去拍摄现场闹的那个神经病。这么巧？哎，等一下。妙芝，皇后，你为什么总叫我妙芝？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叫芬妮，是个演员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这2天天天在电视上都看到你，而且你的戏都一连重播好几遍。我是你的粉丝，你是我的皇后。我只是在戏里演皇后而已，不是什么你的皇后。你这粉丝也太可笑了吧！哦，对了，我们戏里啊缺一个替身，我看你挺合适的。替身是什么工作？替身就是在演员不方便演的时候，你来替他完成。哦，那方便留个电话？8653572133。572-133。对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哼。好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欢。李欢。好，那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峰峰，哎，峰峰，峰峰，又见到你的皇后了，色眯眯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你的老毛病才犯了呢，又吃醋了吧？你才吃醋呢，你全家都吃醋。哎，我找到工作了。什么工作啊？当演员，芬妮给我找的。你还当演员呢？那可恭喜你了，天天可以看到你的皇后了。哎呀，说不定你演戏能演成大明星呢。哎，这不就是乐视新推出的4K 的电视？好清楚啊！哦，我又找到当皇帝的感觉了，受万人敬仰。哎，峰峰，明星这个工作太适合我了，简直是如鱼得水，太好了。哎，当明星除了受人敬仰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好处啊？啊，挣钱挣得多。哦，你像有一些1线的明星，1集电视剧100万，30集就是3000万，可挣钱了。哦，原来当明星这么赚钱啊！我觉得以你的姿色，肯定能成大明星的。走，回家我给你2贴美白保湿嫩肤面膜，给你敷一敷。哦，走。
先生，您请。没问题啊，可以，我觉得没问题。就按你说的，这部戏啊，我们就拍这个。你呢，还是来演女一号。我觉得肯定会火的。艾导演，好，这是我给咱们剧组找的替身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叫李欢。芬妮啊，你找谁不好啊？非得找个神经病来演戏。我不是神经病。哎，好了，既然来了，就坐下一起玩吧。啊，来，好，来吧。如此忤逆泼妇，不如即刻处死。三弟，你看，他又犯病了。哎呀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难怪芬妮说你长得帅，真的是的的确确、千真万确，你就是帅啊！嗯，行了，既然你叫我弟，那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。嗯，兄弟，随意啊。对了，我还有个哥，不过呢，我跟他一点也不像，反倒是你，我觉得越看越亲切呀。你还有个哥哥啊？对啊，他呀，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天才，学术界的大咖，天下的女孩没有不为他疯狂的。我跟他不同，不过呢，我真的觉得越看你越亲切。你该不会是老爸的私生子吧？哎，你是不是有一个特漂亮的明星妈呀？都没有。行了，导演，来，啊，老板，看看怎么样？身材还算不错，这身手嘛，之前我们也见过了。对了，你今年多大？我1250岁。你看，还说不是神经病。哎，我哥这叫幽默，看我哥这样，也就25啊。来，大哥，来，咱们一起喝一个，庆祝你们兄弟团聚，我们干一杯吧。好，来，好，喝，干杯，干杯。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喂，小凤，你在家吗？我马上去找你。我们走吧。小凤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忙着挣钱啊！你一个女孩子，那么拼命挣钱干嘛？据说我们国家以后会有6000万个光棍儿，
为了社会不至于动荡，至少每个女人要娶10个以上的老公呢。所以啊，我要从自己做起，努力挣钱，辛苦就辛苦一点呗，以后可以娶100个老公，牺牲我一个，还有后来人，为了创造和谐社会嘛。你还真是深谋远虑，忧国忧民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太应该了。对了，你哥哥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，找着工作了。啊，小凤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啊从小到大一直在做一个噩梦。什么噩梦啊？我梦到有一个人一直在追杀我，他长得和你哥哥特别像。不会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更奇怪的是，他杀了我之后，有一个女子一。峰峰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小凤，要不然我帮你拿着吧。不要，自己拿着才有幸福感。
小风，那你就回去吧。晚安。晚安，早点休息。干嘛呢？蹲坑呢？你拿着什么呀？什么破东西啊！你穿这么漂亮，干嘛去了？好看吧？相亲去了，美吗？男朋友送的。你去见别的男人了，还穿这么漂亮？怎么啦？你能见皇后，我就不能相亲啊？不可理喻！啊！你也帮我拿着点啊！我脚都起泡了。啊！哇，好美的花啊！你可真土豪，买这么贵的花啊！哎呦，败家老爷们儿，够买1年白菜的了。这钱交给你。这么多钱，抢的？你才抢呢！那哪来的？我今天签了个合同，5000块钱，人家给的定金。不可能，临时演员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。你不会是被皇后给办了吧？我要是真给皇后办了，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？那我现在就去找她叉叉哦，你是不是特别得意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，发情狗，不要脸！我不会拿自己的肉体跟灵魂去取悦任何人，我是个男人，怎么会跟猪肉一样放在菜板上去卖呢？在这个古怪的世道里，你都能生存下去，我怎么还能饿死啊？我就不信了，你等着瞧吧。给，我不要你的脏钱。蠢女人，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？这是我签的合同，白纸黑字，上面还有我的画押。哎呦喂，你还真当演员了？哼，哪个导演这么不开眼用你了？哦，自古以来都是男人养家糊口，你不也说了吗？男人赚的钱要交给老婆管。哎，我可不是你老婆，你可要搞清楚了。皇宫里那个身体是冯昭仪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毁坏我名誉啊！就算你什么也不是，我在这吃住，就当是交饭钱了。那你都有钱了，就搬出去住呗。我早就想搬出去了，你以为我喜欢住在这个破地方啊？会搬就好，会搬就好。你这个狠女人，把我卖到青楼，又害我生病，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，就赶我走。我就算不是你什么人，至少算个熟人吧。无情无义的女人。说的也是啊，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再挤几天，等你什么时候能完全养活自己了，再搬出去。那这样吧，这个钱咱俩1人1半，男人身上得有点钱。不过你以后可别买这么贵的花了，太浪费了。以后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自己决定，用不着你这个蠢女人在这指手画脚的。喂，你猜我今天见着谁了？谁啊3弟。三王爷。妙芝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的皇后？朕的龙袍，上面可是有1万颗东海珍珠，还有这个头发，行了，这也不是古人的。你看这2个字是不是李欢呢？对，是李欢。